Welcome to CP Channel， 我係一個言語治療師同唱歌老師。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套肌肉嘅放鬆練習啊！咁呢一套練習適合唱歌嘅人士啦，又適合經常需要講嘢嘅人士嘅。咁如果我哋喺一日要唱歌或者講嘢之前做一做呢一啲嘅放鬆練習咧，咁對我哋用聲會更加好嘅。咁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唱歌好集中咧，就會係開聲練習嗰度。咁試下啲高低音啦，試下啲開聲發聲嘅時候要放鬆嘅狀態啦。但係忘記咗咧，其實唱歌係一種全身運動嚟嘅。我哋全身嘅肌肉咧都需要係一個放鬆嘅狀態。咁我哋用聲嘅時候咧就會更加好啦。咁今日咧主要就教大家一套針對肩頸嘅練習啦。咁尤其是係成日坐喺辦公室長期對住電腦嘅打工仔咧，其實我哋嘅肩頸咧成日都會緊咗嘅。我自己都係咁啊，我自己都試過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大家可以跟住我一齊做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，想知更多用聲嘅知識咧，可以同我上1對1嘅課堂啦，可以喺下面嘅 Instagram 啦或者 Facebook 嘅 link 嗰度 DM 我嘅。咁我哋開始做運動咯喎。好，咁首先咧就係我哋肩膊嘅運動。我哋首先可以揾張凳啦，坐喺度先。然後咧，我哋就將我哋嘅雙肩向上升起，貼近耳仔。維持呼吸，我哋數5聲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啦，慢慢放落嚟啊！千祈唔好好快咁跌落嚟，咁樣咧可能會拉親你啲肌肉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再嚟多一次嚇，吸氣，升起你個膊頭，貼住你嘅耳仔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啦，慢慢落去。第3次，升起你嘅膊頭，貼住你耳仔，記住你係坐直個人㗎喎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啦，慢慢放翻個膊頭落嚟，我已經覺得好攰啦。好啦，我嘅肌肉都係有啲緊嘅。好，然後咧，我哋咧就將我哋2隻手掂住我哋嘅膊頭，我哋咧就將我哋嘅肩胛骨向後同向下咁樣拉。你會覺得咧2塊肩胛骨係夾埋同有少少向下嘅，咁就啱啦。OK， 咁樣維持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啦，慢慢再放鬆。咁我哋每個動作都會做3組嘅，咁我哋再嚟第2組咯喎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啦，放鬆。跟住咧，最後一次啦，記住我哋肩胛骨向後向下，維持呼吸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咁呢個咧對於有寒背嘅人非常之有用啊！好啦，然後咧到我哋嘅頸嘅練習啦。咁我哋咧首先一隻手啦，拉住個凳底，然後咧我哋嘅左手掂住我哋嘅右耳，將我哋頭拉過去。咁你覺得咧條頸有少少緊就得啦，你哋唔好咁大力啊嚇。跟住你覺得你嘅吸氣咧吸落，你拉緊條頸度，我哋吸氣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啦，去翻前面，跟住調翻轉啦。而家係右手掂住我哋嘅左耳，我哋左手拉住我哋嘅凳底，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去返前面，咁我哋再嚟多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另一邊，記住吸落我哋拉緊嘅肌肉度下，吸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啦，咁呢個動作最後一次啦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咁如果咧你想再勁啲咧，你可以將你嘅頭咧向45度角咁樣向前嘅，咁你就感覺到你拉緊另一條肌肉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另一邊都係一樣。首先我哋向右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後45度向前，拉到後少少嘅肌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非常之好啊！咁但係咧，我哋條頸咧，其實除咗可以左右咁樣擰咧，亦都係另一個方向噶喎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另一個左右啦。我哋咧要雙手垂低啦，雙手垂低，然後我哋慢慢個頭向右望，坐直個人，吸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啦，然後到另一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啦，跟住去返右邊咯喎。記住吸氣咧，吸去你拉緊嗰條肌肉嗰度啊嚇！我哋吸入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去到左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最後一次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另一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啦，然後咧到我哋條頸最後嘅喐動方向啦，就係點頭同埋昂高頭咯喎。咁我哋而家咧就係坐直嘅人垂低隻手，我哋個頭慢慢垂落去，下巴掂我哋嘅心口嘅，坐直個人，呼吸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係啦，你要感覺到你條頸肌肉咧係有啲拉緊嘅狀態嘅。好，然後咧我哋昂高個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次慢慢垂個頭落去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昂高個頭，坐直個人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啦，最後一次，耷低個頭。我哋下巴掂我哋心口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最後昂高個頭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咁咧呢一套運動咧，放鬆嘅運動就完成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希望你做完之後咧，你覺得你嘅肩頸係比較放鬆嘅狀態啦，你個人都比較放鬆啦。記住數嘅時候咧，唔好咁快哦。有好多學生都會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咁就好似好快咁做完就算，咁冇真正去拉到自己嘅肌肉，令到佢放鬆，反而你咁樣行軍形式咧，會更加嘅緊張啊！咁咧，希望呢一套嘅肌肉放鬆練習都幫到大家嘅説話啦，同埋唱歌嘅。好，咁我哋下條片再見。